如果你还在花费数万元去打雷射除斑，请立刻停下来。如果你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很有可能你的斑点会7变得比现在深2倍。我是林医师，行医超过35年。今天我要跟你谈谈一个困扰无数中年朋友的问题：脸上的斑点、雀斑，还有那些怎么遮也遮不住的褐色印记。你知道吗？不是每一种雷射都安全，更可怕的是，许多民间流传的偏方，反而会让你的皮肤受损得更快。我见过太多病人花了大钱做治疗，结果斑点不但没淡，反而愈来愈明显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在诊间里每个星期都会遇到的真实案例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会分享10个真正有医学根据的方法，帮助你从根本改善肤色、淡化斑点。这些方法不需要你花大钱，不需要动刀，也不需要承受副作用的风险。只要你愿意花15分钟，认真听我说完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让皮肤重新变亮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。请告诉我，你正在从哪次收看这支影片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并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：斑点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们的皮肤其实有一种光线记忆，它会记住你这一辈子每一次晒太阳的经验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这些伤害会一点一滴累积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当你20岁的时候，皮肤的更新周期大约是28天，也就是说，从基底层长出来的新细胞会在4个星期内推到表面，然后自然脱落。这个过程很顺畅，就像一条快速流动的河流。但是到了60岁，这个周期会延长到50天，甚至更久。这时候的皮肤就像一座静止的池塘，黑色素一旦产生，就堆积在那里，排不出去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斑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时皮肤很好，到了中年却突然冒出一堆斑。不是你突然变老，而是过去的伤害终于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。我在台中有一位女性病人，姓陈，今年58岁。她年轻时在海边长大，每天晒太阳，从来不擦防晒。她说她那时觉得晒得黑黑的很健康，结果到了50岁以后，脸上的斑点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很沮丧。她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年轻时候的不在意，会在现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”我跟她说：“陈小姐，你要理解，皮肤是有记忆的，但好消息是，只要我们用对方法，还是可以让它慢慢恢复。所以你看，了解问题的根源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当你明白了斑点是怎么形成的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些方法有效，有些方法反而有害。阳光是一把看不见的刀，
它每天都在切割你的皮肤细胞。很多人以为只有在海边、在山上才需要防晒，其实即使是阴天，即使你只是走路去市场买菜，紫外线都在伤害你的皮肤。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，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物质，这个物质非常活跃，它会攻击你的细胞，破坏胶原蛋白，同时刺激黑色素的生成，结果就是皮肤松弛，斑点变深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我有2位女性病人，都住在台中，都是60岁，一位叫做王太太，另一位叫做李太太，他们是邻居，感情很好。王太太年轻时就很注重保养，每天出门前一定擦防晒乳，即使只是去买早餐，李太太则觉得这太麻烦。她说：“我们又不是明星，干嘛这么讲究？”10年过去了，现在2个人站在一起，你会以为他们差了15岁。王太太的皮肤还是很光滑，斑点很少，李太太则满脸都是深色的斑，皮肤也松垮垮的。李太太后来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一定会跟王太太一样，每天好好防晒。”你看，这就是10年的差距，同样的年纪，同样的生活环境，只因为一个小小的习惯不同，结果就天差地别。所以我常说，防晒不是为了美白，而是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不受伤害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些流传很广的民间偏方。你可能听过用柠檬敷脸可以美白，用香蕉皮按摩可以淡斑，用绿豆粉敷脸可以去除暗沉。这些方法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错的，有些则是一半对一半错。让我从医学的角度跟你一一说明。柠檬，很多人以为柠檬含有维生素 C， 所以可以美白，这个逻辑听起来没错，但实际上非常危险，因为柠檬的酸性太强，直接敷在脸上会刺激皮肤，甚至造成化学性灼伤。更可怕的是，柠檬含有光敏物质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敷完柠檬再晒太阳，皮肤会更容易变黑，甚至长出更多斑点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就是听性网路上的偏方，每天用柠檬汁敷脸，结果脸上出现了大片的色素沉淀，比原本的斑点还要深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哭着说：“我只是想让皮肤变好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”香蕉皮这个方法比较温和，不会伤害皮肤，但效果也很有限。香蕉皮里含有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，用它按摩脸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让皮肤看起来亮一点。但要说它能够淡化斑点，那就太夸张了。绿豆，这是我比较推荐的方法。绿豆性凉，可以清热解毒，对于因为发炎而产生的色素沉淀有一定的帮助，而且绿豆粉质地细致，可以温和的去除老废角质，不会刺激皮肤。你看，同样是民间偏方，有的安全，有的危险，只有真正了解它们的原理，你才不会走冤枉路。现在我要进入今天的重点，我会告诉你10个经过医学验证、真正有效的方法，
帮助你改善肤色、淡化斑点等等。林医师，你刚才不是说柠檬很危险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，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错误方法。很多人会把柠檬汁和蜂蜜混合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美白又保湿，但事实上，这个配方是一个陷阱。柠檬的酸性会破坏你的皮肤屏障，而蜂蜜虽然有保湿效果，但无法中和柠檬的伤害。更严重的是，当你敷完这个面膜，如果出门晒到太阳，就会产生光毒性反应，也就是说，紫外线会和柠檬中的物质产生化学反应，在你的皮肤上留下更深、更难消除的色素沉淀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方法有效，请千万不要尝试，这不是保养，这是在伤害你的皮肤。绿豆是我非常推荐的天然保养品，在中医理论里，绿豆性凉，可以清热解毒，对于因为体内燥热而产生的皮肤问题，有很好的调理效果。从西医的角度来看，绿豆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减少皮肤发炎。你可以把绿豆磨成细粉，加入适量的水或牛奶，调成糊状，敷在脸上15分钟，然后用温水洗掉。这个方法温和、安全，不会刺激皮肤，而且可以温和地去除老废角质，让皮肤看起来更明亮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坚持每周用绿豆面膜2次，3个月后，他的肤色明显变得均匀，原本暗沉的部分也淡化了不少。他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效果这么好。香蕉皮虽然不能直接淡化斑点，但它有另一个好处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当你用香蕉皮的内侧轻轻按摩你的脸部，特别是有斑点的地方，这个动作本身就能刺激微血管，增加血液流动。而当血液循环变好，皮肤的新陈代谢也会跟着加快。香蕉皮里含有钾、镁等矿物质，对皮肤有一定的滋润效果。所以，虽然它不是什么神奇的除斑圣品，但如果你每天用它按摩个5分钟，长期下来，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比较有光泽，肤色也会比较均匀。我的建议是，不要期待它能让斑点消失，但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辅助的保养方式。记得，按摩完之后要把脸洗前净，避免香蕉的糖分残留在皮肤上，反而引起毛孔堵塞。现在，我们从外在保养转到内在调理，你知道吗？真正有效的美白，不是靠涂涂抹抹，而是要从身体里面开始改变。菠菜是我非常推荐的食物，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。维生素 C 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减少黑色素的生成。维生素 K 则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加速皮肤的修复。我建议你每天至少吃1份菠菜，可以煮汤，可以炒，也可以打成果汁。重点是要持续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本来脸色很暗沉，而且容易长斑。我建议他每天吃菠菜，配合适当的防晒。3个月后，
他的皮肤明显变得透亮，斑点也淡化了。他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没想到吃对东西，效果这么明显。红萝卜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内在防晒器，它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个总物质，进入身体后会转化成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，同时也能增强皮肤对紫外线的抵抗力。你可以把红萝卜想象成一层内在的防晒乳，当你持续摄取足够的贝塔胡萝卜素，你的皮肤就会从里到外多一层保护。我建议你每天喝一杯新鲜的红萝卜汁，或者把红萝卜切片加入沙拉里吃，记得要加一点油脂，比如橄榄油，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，有油脂才能更好的吸收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本来很容易晒黑，而且晒后很难白回来。我建议他每天喝红萝卜汁，半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肤色变得比较稳定，不再那么容易晒黑了。核桃是我最喜欢推荐给中年朋友的食物之一，它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。Omega-3 可以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，而很多皮肤问题，包括斑点，其实都跟发炎有关。当你的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，皮肤的修复能力就会变差，黑色素也更容易沉淀，而核桃里的 Omega-3 就像是一个消防队，可以帮助你扑灭这些隐形的火焰。我建议你每天吃5到7颗核桃，不要吃太多，因为核桃的热量比较高，最好的时间是早上，可以配合早餐一起吃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本来皮肤很容易泛红，而且长期有色素沉淀的问题。我建议他每天吃核桃，配合其他的保养方式。3个月后，他的皮肤明显变得稳定，泛红的情况改善了，斑点也淡化了不少。如果你的皮肤很乾燥，橄榄油会是你的好朋友。橄榄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这些成分可以深层滋润你的皮肤，同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。你可以把橄榄油想象成生物水泥，当你的皮肤屏障受损，就像一面墙出现了裂缝，水分自不断流失，外界的刺激也更容易进来，而橄榄油就像是用来填补这些裂缝的材料，让你的皮肤重新变得完整。我建议你在晚上洗完脸后，取适量的橄榄油，轻轻按摩在脸上，特别是比较前燥的地方，记得要用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品质比较好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你的皮肤是油性的，或者容易长痘痘，就不要用橄榄油，因为可能会堵塞毛孔。这个方法只适合前性皮肤的人。凡士林，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便宜的保湿产品，其实它的功能远比你想象的强大。凡士林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锁住水分，同时也能帮助皮肤更好地吸收其他的保养成分。你可以把凡士林和蜂蜜混合，比例是1:1，调成膏状，敷在比较前燥的部位，比如手背、手肘、膝盖，敷15分钟后，
用温水洗掉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冬天使用，因为冬天空气乾燥，皮肤容易缺水，而缺水的皮肤更容易产生色素沉淀。我要提醒你，不要把这个面膜敷在整张脸上，因为凡士林比较厚重。如果你的皮肤不是特别乾燥，可能会闷住毛孔，只要局部使用就好。很多人只注重脸部保养，却忽略了手部。其实，手部才是最容易泄露年龄的地方。手部的皮肤比脸部薄，而且每天接触的刺激更多，所以更容易出现斑点、皱纹，还有暗沉。我建议你每天花3分钟，做一些简单的手部运动，比如握拳，再张开，转动手腕，按压每一根手指的关节。这些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让手部的皮肤得到更多的氧气和营养。同时，每天擦护手霜的时候，记得要按摩，从指尖开始，慢慢按摩到手腕，这样可以帮助淋巴排毒，减少色素沉淀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的手背上本来有很多斑点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。我教他每天做手部运动，配合防晒和保湿。半年后，他的手看起来年轻了很多。他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现在我跟朋友出去，都不会刻意把手藏起来了。”如果你忽略了这一步，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。阳光是美丽的杀手，它看起来温暖明亮，但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破坏你的皮肤。很多人以为只有夏天才需要防晒，或者只有出去玩才需要防晒，这是错的。紫外线无所不在，即使是阴天，即使你待在室内，只要有窗户，就有紫外线。我要告诉你防晒的3个原则。第一，每天都要擦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只要你会出门，就要擦防晒乳。第二，要擦足够的量。很多人只是象徵性的抹一点，这样是没有用的。你的脸部至少需要1个1元硬币大小的量。第三，要定时补擦。防晒乳不是擦一次就可以管一整天。如果你会流汗，或者长时间在户外，每2个小时就要补擦1次。我建议你选择 SPF 50 PA 的防晒产品。SPF 是防止晒伤的指数， PA 是防止晒黑的指数，这2个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记住，防晒不是为了美白，而是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不受伤害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保养。现在我要跟你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淡化斑点，改善肤色，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，它需要你的耐心，需要你的坚持，更需要你用对方法。我们刚才谈到的10个方法，可以分成3大类。第一类是外在保养，包括绿豆面膜、香蕉皮按摩、橄榄油、凡士林蜂蜜面膜，这些方法可以直接作用在皮肤表面，帮助你保湿、去角质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第二类是内在调理，包括菠菜、红萝卜、核桃，这些食物可以从身体里面改善你的皮肤，提供抗氧化物质，减少发炎，增强皮肤的修复能力。第三类是生活习惯，
包括手部运动和防晒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却是最关键的。因为如果你不防晒，不管你用什么保养品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我常跟我的病人说，皮肤的光泽不是靠什么神奇的产品，而是靠你每天的小习惯。你不需要花大钱去做医美，不需要买昂贵的保养品，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每天做一点点，3个月后你就会看到明显的改变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画面，我有一位病人，他今年65岁，但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他的皮肤不是没有皱纹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斑点，但他的肤色很均匀，很有光泽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他跟我说，林医师，我现在终于懂了，保养不是为了变年轻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健康有精神。这就是我想传达给你的讯息。美丽不是没有瑕疵，而是健康、自信，还有对自己的爱。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在结束之前，我想慢慢的跟你说几句话。我们照顾皮肤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完美的标准。我们照顾皮肤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健康、更自信，也是为了好好爱护这个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身体。你的皮肤记录着你所有的经历，那些斑点可能是你年轻时在阳光下奔跑的证明，那些细纹可能是你笑过、哭过的痕迹，它们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保养，相反的，正因为我们的皮肤陪我们走过这么多年，我们更应该好好对待它。只要从今天开始改变一点点，你的皮肤就会回音，它会变得更亮、更有光泽，而你也会变得更有自信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妈妈、你的朋友，或者任何一个需要的人，让他们知道，只要愿意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。谢谢你今天花时间听我说这么多，我是林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记得爱自己，从照顾皮肤开始。